恁敢知影同世间上恶找的物件是啥？毋是要甲你偷摕资讯的中国手机啊，嘛毋是会晓想退火的国民党啊。啊，若无会是啥？囡仔兄、囡仔姐讲，哪会拢找无讲台语的巧虎甲佩佩猪？想要买车田桥啊，但是转过来搁转过去，都是找无讲台语的面路广告。当青春的少年啊，竟然要看偶像剧，就干那华语、日语甲韩语的，先找都找无台语的通看。虽然讲台湾的电视台嘛有做一寡台语节目，毋过除了新闻或是大人看的本土剧甲综艺节目，咱拢找无讲台语的科学节目，找无讲台语的比较节目。嘛找无讲台语的自然生态节目，搁有咧，你爱看的节目类型，敢有做台语、配台语的？无，就是无。因为咱欠杠顶开花，咱就爱加一台台语电视台。咱中国泉州有讲泉州话电视台，马来西亚有讲福建话欢喜台，厦门嘛有用厦门话放送的电视台。毋过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本土语言台语，却无家己的电视台，无怪真侪少年的台语乐团怨叹缺欠表演舞台。无怪专业的歌戏班，简单会当搭棚仔在搬戏。无怪囡仔兄、囡仔姐、少年人、中年人，到咱的时代，达不时都咧找无因想要看的台语节目。讲到这，有人就讲无效啦，讲台语的人才偌济。全世界上请赢的是英语，华语咧搭长时行。咱爱西瓜挖大饼，会晓对人行，安尼才袂输，未来一定赢。毋过，恁敢知影讲韩语做母语的人，才占全世界人口的1%。离开韩国甲朝鲜，你就真好找有人讲韩语。30年前，韩语无人要学，无人注重。30年后的今仔日，韩流煞伫全世界唱甲掠袂牢。一世过在看韩语剧，在对 K-pop 的流行歌。20年前，有啥人会调工想要学韩语？搭韩语补习班，这嘛开，遐嘛开。敢讲韩国人变做全世界的大民族啊？无啊，朝鲜甲韩国人口同款，敢若占全世界人口的1%。毋过韩国人比咱台湾人较有人拍，咱会晓对重家己的本土语言甲家己的文化。咱袂讲英语甲华语上大，爱西瓜挖大饼，才有市场，才会车赢。台湾的商业电视台，因为头家无韩国人即款的眼光，所以咱的文化产业同款去带着对人尻川后的大工心态。啊，咱的政府咧，咱的政府敢同款目色遮歹，花甲呾也无法度成立台语电视台。有诶啊，恁敢知影同世间上恶找的物件是啥？我要杠顶开花加一台啦，莫啰嗦，赶紧互阮台语电视台。Beauty's locked inside.